大家好，我係 KK，而家會同大家分享中醫知識。首先多謝榮川愛心基金嘅贊助，同埋中醫機構寶順堂，同埋張玉如中醫師協助製作呢條片，等各位學習相關嘅知識。如果對內容有唔清楚或者唔明白嘅地方，建議你去諮詢專業人士啦。今集講解嘅係五臟六腑。五臟係人體最主要嘅器官，包括咗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腎，即係五臟。六腑佢就係五臟嘅工作夥伴，包括膽、胃、大腸、小腸、膀胱同埋三焦。所謂嘅三焦呢，係中醫嘅獨有概念。今集就暫時唔解釋住啦，日後有機會就詳細再講啦。五臟六腑係點樣協同合作嘅呢？假設五臟裏邊嘅脾出現咗問題，會令到六腑嘅胃部變差，從而令到我哋覺得食慾不振、冇胃口，最終身體就會產生問題啦。所以話五臟六腑係一體㗎。再見。